6-3嘅北軍士蘭風暴喺呢一週嘅澳洲聯賽遇上咧係作客嘅紐卡素噴射機。風暴嘅成績咧今屆 keep 住咁差，仍然排榜尾位置。年尾嗰陣先係試過咧係免費主場咧益觀眾㗎啦，咁但係成績仍然都係原地踏步啫。而家史特加教練都知道，就算成績再搶分嘅話，都難以晉身咧前6名季後賽。若然今場再輸，就更加都差唔多打定90%嘅輸數啦。作客咧就紐卡素噴射機，教練就班高古連拿。今場咧就喺正選同埋後備陣中咧就見唔到佢哋嘅升級球員啦，謝菲斯。開頭嚟自咧就主場機會，風暴希望以弱勝強㗎，靠埋後順亞當卡斯嘅頭槌，似乎頂中處外側喎。咁但係搞到對面門將嘅賓堅尼地啊大隻，想撲波嗰下應該係撞落條柱嗰度，落地就撞親個鼻添，揞住額頭位置。咁計近期賽事頻密嘅話，噴射機係打完週中嘅比賽啦。星期一啊輸俾悉尼，咁當時堅尼地就連續幾下解圍都睇唔清楚。再打呢場週末波，總算搏到個前場機會嘅。賴恩傑菲斯搏到罰球，噴射機係3揀1，擺後等重炮嘅，咁樣彈地啊割草式都得，咁樣靠光頭仔殺高域治。作客之下就噴射機領先1-0啦。睇你開心嘅，好似開頭有少少默契上誤會嘅，兩個自己開嘅隊友好似撞埋一齊，咁但係總算擺橫到，反而令到咧風暴嘅人牆都幾多罅位，就算門將烏沙爾落晒地，都係封唔晒自己嘅右下角。作客噴射機領先都好想攞晒3分，因為就算攞3分都未肯定到啦，繼續前6名嘅位置。咁但係若然話如果對面空得咁緊要，有埋單刀2-0就更加好。荷列迪短時間之內咧就幫作客噴射機嚟擴大優勢。又奇怪嘅，呢下就嚟自風暴嘅自殺回傳，劏得幾靚嘅助攻，嚟自6-3自己回傳㗎，明明係左中場 hold 住個波，無端端係13號嘅傑利安一擺，做咗個世紀助攻。荷列迪話食得唔好嘥，即係既然你都裝埋碗飯俾我啦，我唔食都唔好意思啦，係嘛？2球再收噴射機啦。咁啊落後之下，風暴教練斯特卡都更加心諗啊，榜尾位置今屆都坐得幾貼服。咁球會都講明就嚟緊之後啲比賽都為下一屆而努力㗎啦。假如仲有下一屆嘅話，澳洲球會就每屆都唔知下一屆事啦。即係究竟風暴下屆仲會唔會組軍參加呢？暫時都係未知。半場風暴輸緊2球，右邊出。反撲環境靠頭槌頂個死角，以為彈地㗎，靠埋史帕魯奧魯頭槌，過唔到大隻嘅堅尼地。輸緊2球，風暴嘗試反撲，高波一抌過頭，好啦，近處頂啦，以為壓贏對方係泰來利緊，出波呢就2號仔軒格治，甚至佢哋球會助教麥卡倫都講明㗎啦，就話嚟緊剩翻幾場常規賽，都知道其實有大概90%機會係入唔到前6㗎啦，因為仲係排榜尾。咁嚟緊都會一眾新人咧輪流上陣，咁但係噴射機仲想爭到前6季後賽㗎，撳埋中間射得，好嘢喎！凌空燙呢下都好靚，3-0在手，賴恩傑菲斯。下半場嘅24分鐘，噴射機贏嘅話咧就會喺聯賽榜嘅第8位，場數上係比其他球隊打少2場到，咁但係都只係落後前6嘅紅心嘅2分，形勢上都仲係有數嘅。順勢反擊，嚟隻艾列治嘅傳送啦，終於係凌空打煙佢一竇竇正嘅網頂，3球在手，賴恩傑菲斯。即就算沒有升級加分嘅謝菲斯啦，但係仍然噴射機都能夠大勝。跟住球證話埋12碼，風暴總算攞翻份新年禮物，輸緊3球逼到對面隊長。光頭仔韋爾文係犯規，攞埋黃牌，都去到補時下半場嘅4分鐘㗎啦，輕輕個膝頭哥係浪跌對手，對面後備落嚟嘅斯比幫風暴搏到12碼，破蛋當禮物，向啲主場球迷交代啦，起碼嗰班係山波睇波嘅球迷都開心嘅，又叫馬克又叫曉士，馬克曉士。總算臨尾攞翻份禮物，但係對於邊邊攞3分，其實形勢都冇乜太大影響㗎啦。風暴結果呢一週輸1-3俾噴射機。
近排喺澳洲上面啦，布里斯班呢邊嚟個大水災，咁但係好彩就無礙呢一場嘅聯賽上演啫。斯考就喺主場咧遇上柏斯光輝，起碼主場嘅新科球場仍然有超過11000位觀眾咧入場支持嘅。斯考計埋上個禮拜，當時咧喺1月2號比賽啦，就能夠作客小勝亞德萊德，已經聯賽保持19場跨年不敗嘅啦。遇上柏斯光輝，科拿繼續喺前鋒線壓陣嘅。上半場嘅31分鐘就有事發生啦。原本係榜首嘅斯考自己後場控球，一傳失中間斷攬好啦，史達祖夫斯基先揾阿科拿，科拿俾翻史達祖夫斯基，仲要省中人而入。省中係揞頭痛哭嘅迪維利，咁樣收死門將嘅迪奧列托斯，作下柏斯光輝，排名較低，但係暫時領先榜首1哥嘅布里斯班斯考。跟住柏斯咧有祖樹米嘈犯規，輸個罰球俾主場嘅斯考。落後之下，靠而家隊長嘅史提芬禮圖，佢做助攻以為斬遠處係揾人頂㗎啦，拋物線落嚟過唔到華拉菲。輸住1球去到下半場，呢排有隊長麥基咧要幫澳洲國家隊去參加亞洲杯，咁但係唔緊要喎，就算冇麥基隊長，仍然有尼高斯嘅頭槌飛頂。下半場嘅17分鐘，飛頂頭槌追翻1比1，起碼主場嘅斯考話晒我哋係榜首球隊，唔使輸，又多謝埋軒力基嘅傳送，咁就可以20場今季聯賽不敗啦。跟住史葛尼維利幫翻柏斯光輝去遠射，但未得手，斯考保住呢1分，1比1打成平手。Big V 球隊墨爾本勝利主場遇上亞德萊德聯。以往呢啲戲碼通常咧就係屬於聯賽嘅總決賽戲碼，今屆大家都係各自為進軍嚟緊季後賽而努力。主場嘅墨爾本勝利啦，今屆經常同事嘅紅心咧就共用 AAMI 公園。梅斯卡身為勝利嘅隊長兼助教，開波前固然咧就訓示下啲球員一番啦。人腳上都幾多變動㗎，前場上固然留翻阿派派嘅許南迪斯，但係列卡天奴同柯蘇普打雙箭頭正選咧，的確係少見啦。由於艾奇湯上一傷再傷，卡魯斯呢位前鋒又打緊亞洲杯幫澳洲國家隊，咁所以令到咧回巢嘅柯蘇普都要打正選啦。而對於作客嘅亞德萊德聯，傷兵上咧好彩有隊長嘅杜特、肥仔嘜趕及傷愈復出，連同埋傷好嘅卡斯奧咧都打正選。咁但係就門將上面啦，加利高域就啱傷好，但係未夠狀態，暫時呢場係擺後備，繼續用翻咧係新人嘅比列基迪，同埋留意下21號烏素卡咧都係最近新簽翻嚟嘅烏拉圭中場。開頭嚟自紅軍亞德萊德聯機會，左邊傳送，揾人 set 得後上再射埋佢，仲有科利斯話咁射得手，啲順腳趟得幾型。面對呢班主場球迷，對面啊鴉雀無聲。作客個班就自得其樂，落底都落得幾快。第一下就嚟自自己阿南西嘅落底，揾阿杜特隊長惡贏嘅頭槌俾翻後，順腳趟得好型。科利斯幫手，作客嘅亞德萊德聯領先1比0。南西嘅假腳雖然呃唔開啦，隔離梅斯卡，但起碼有一個出波角度。臨尾更加射波呢下都好似通埋門將嘅大勢。紅軍固然呢就季初曾經都同斯考要爭個榜首位，咁但近排喺個2哥位置咧，好似逐步俾榜首斯考拋離嘅啦。咁雖然你話保持前6名嘅季後賽嘅資格應該都穩陣，但要攞常規賽冠軍呢，都分數上仍有距離。而家叫努力做好自己嘅啦，贏住1比0，咦逼到對方似乎犯手球嘅喎。勝利嘅畢比拿鬥翹手，但係畢比拿呢下哇右手停車場落閘。佢係快過對面嘅南西嘅，但係球證呢次係冇吹罰添，落手拍波，落閘都唔使罰喎。跟住嚟隻勝利 ，Big V 球隊連擺2下，又係畢比拿，肥仔嘜許南迪斯射到㗎，再次過唔到咧係對面門將嘅比列基迪。近排趁住加利高域受傷咧，就難得搶到正選，狂禁㗎啦，都叫拍到，雙手拍走。於是紅軍半場係領先1比0。今場亞德萊德聯都打得幾生啦，尤其是下半場，連續咁多個攻勢，靠埋卡斯奧逼到梅斯卡又係犯規。隊長梅斯卡，賽前你識鼓勵大家啦，但係落到場上面你係犯規攞黃牌添，立腳喎，務求阻截卡斯奧。罰球係成為今週嘅 A 啲金球之一。勝利排5人場，重炮手雲迪克咁樣搞掂。
又估你唔到喎，無端端喺墨爾本勝利人牆中間有罅嘅，令到雲迪克整個地對空飛彈。下半場僅僅係12分鐘啫，立即話幫作客呢班球迷慶祝下先。紅海一片攬咗一團，左腳重炮有冇啲似以往德國大立嗰隻呢？人牆係咪有罅？喂，啱啱好，1、2、3、4，華加斯同列卡天奴中間有罅，無端端係藍衫自己開門，自動門環境，咁令到咁樣勝利係輸到2球。古倫教練近期都面對阿多萊德幾多傷兵，咁但係好彩今場嘅前列大戰都有條件贏出漂亮一仗。梅斯卡利嘅手係多嘅，打落對面呢係8號嘅亞當曉士，打落條頸，齋計打呢個動作都可以紅得㗎啦。咁固然當地就話2黃1紅，咁都算啦。無論如何都係梅斯卡被逐，隊長又係你，咁但係魔鬼都係你。輸緊2球勝利，而家係打少個。跟住對面收起隊長嘅道特，擺巴比魯落場，連隨仲有角球㗎。亞德萊德聯作客踩場靠呢一場比賽啦。卡斯奧佢斬角球遠處落，飛頂頭槌都有，似乎第一下究竟係護空門呢定係攞手呢？咁但係都冇所謂，仍然有巴比魯衝前執雞。3-0，開頭代隊長嘅費飛嘅勁力頭槌一壓彈地。安古路似乎咧都一來好似喺界內，二來好似係攞上臂去擋住個波，咁都算啦，當你包到空門都合法啦。咁但係仍然有巴比魯話執得就執啦，喂，執個網頂波3球在手。美力克如何是好呢？打少個輸3球。紅軍嘅今屆特色咧就入得多失得多，咁今場更加起碼打多個優勢就3球在手。呢邊係點床點隻，新加盟嘅烏素卡，咁但係卡到泰加大打出手。勝利球員就唔抵得烏素卡扮晒嘢，睇下究竟杜根特舒治咧有冇犯規啦？佢就冇，係呢個係抽水嘅。貝加就好似收唔切掣，咁但係都幾大力踢落烏素卡頭嗰度。咁但係固然烏素卡再放大一個動作，於是搞到大家都爭啲大打出手。不過場上嘅繼續長傳又得手，原因係大隻嘅雲迪克衝門就快過對方門將柏高嘅半步。柏高係跳高咗，個波慢流地波入，4球在手。作客嘅阿德萊德聯，雲迪克今場一個重炮，一下近門，都似乎係贏盡世界，因為贏盡啲作客球迷嘅掌聲。踩場成功嚟到墨爾本，起碼話贏翻場漂亮一仗。甚至柏高係出現嗰下咧，都踢中咗雲迪克嘅肚腩，踢都冇事啦，起碼都照係慢流入。今場當係雲迪克入2球。亦都係今屆聯賽第13球啦，高居聯賽嘅射手榜1個位置。大敗墨爾本勝利，輸埋呢場呢固然都有可能保唔住前6個位置㗎。臨尾破蛋1-4啦，向主場球迷交代，保持4分鐘嘅入杜根特舒治呢條數啦。齋睇球迷慶祝，你以為佢哋贏緊4球，但係算啦，破蛋當禮物，輸波都當贏啦，起碼輸少1個得失球差嘛。順序補報聯賽榜先啦，包括斯考、亞德萊德聯、水手、黃金海岸聯、勝利、紅心就前6位置，緊隨其後呢就鳳凰、噴射機、悉尼、柏斯光輝同埋風暴。今週有4隊波都係順利全取3分。週末嘅澳洲聯賽，列強嘅入波數字呢同2、3、4都好大關係。噴射機係能夠入到3球，悉尼今場贏波入2球。計到最精彩啦，就紅軍嘅阿德萊德今週連轟4球。你又記唔記得雲迪克嘅重炮罰球呢？A 列最精彩，何柏林多謝你收睇，下個禮拜再睇靚波。